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即阵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若是去人济所在，上好拢爱按喙暗、挂喙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即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即日就是暗，某人读做掩、抑个暗。即个暗就是看着意思，咱讲暗看。另外，即个暗嘛有保护意思，像讲我甲你暗咧，就会当讲是我甲你保护咧。另外，即个暗嘛会当当做请用，像人咧讲一只手暗一只喙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暗坎，即就温暖嘛有暗的意思，像讲替人暗坎什么代志。第二个词就要读做叶，代表讲头啊无要互人看出来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做好代志，拢甲人斗相共的时，叶，尽量甲代志拢暗坎起来，无爱互人知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暗提供予大家参考。